宗喀巴大師喺熱鎮嘅獅子岩腳下住出，道次第傳承上師啟請開聖道門一問，並將阿底峽尊者側頭像迎請嚟。喺做啟請嘅時候，大師親見道次第，一切嘅傳承上師現身說法，尤其係親見阿底峽、仲敦巴、博朵瓦、夏野雅諸師達1個月咁耐。最後，仲敦巴等3位上師融入阿底峽心中。阿底峽將手置於宗喀巴大師頭頂，話：去做利益聖教嘅事業啦，我將做你嘅助伴。實際上，呢個係勸請宗喀巴大師著述道次第講論。於是宗喀巴大師完成咗道次第講論奢摩他章以下嘅部分，後嚟又經至尊文殊獻請，完成咗大毗婆舍羅章。呢部論著姑且唔論其他方面，只要睇一睇造論嘅勸請者，就可以知道呢個係包含加持寶藏嘅大論。該論後邊入邊話，從佛菩薩微妙業等數語，便隱含住呢一個層次嘅意思。後嚟宗喀巴大師又省去道次第講論中嘅繁說，攝其要義著出道次第略論。前者以廣轉為主，此論則以傳為主。教授嘅關要各有不同，可以相互補充。宗喀巴大師意識到，將來會有人唔知道點樣將呢啲教講嘅教授用於實修。佢本人曾指示話：現能了解一切講說皆為修持者，實屬少數，可先將所應修持嘅事予以摘略，另著專書詳述。於是有咗嘉旺索朗嘉措福海嘅道次第純金，第5世達賴喇嘛嘅道次第文殊口傳。此論可以視為係純金嘅注解。班禪洛桑卻堅善慧法從嘅樂道，至尊洛桑耶協第2世班禪善慧智嘅速道。此論猶如樂道嘅注釋。宗喀巴大師嘅3種道次第，以及上述4種名色引導，加上達波昂旺扎巴嘅善說精髓，呢8種合起嚟便稱為道次第8大引導。由於呢本著無法以一概全，所以必須分別獲得佢哋嘅引導傳承。特別係文殊口授引導傳承，有廣略2種，有傳承住持者分別嚟自中部同南部，所以分為中傳同南傳2派。其引導傳承亦都分別獲得。宗巴達蒲巴父子後嚟睇到文殊口授時講啦，如果早啲睇到呢部論，佢哋喺修呢啲所緣嘅時候就唔會有咁大嘅困難啦。可以見到喺速道名色引導同文殊口授2論中，包括內容就係包含住對方所無嘅心要。大師釋迦佛喺在世嘅時代，只有經教傳承，別無引導傳承。由於後嚟嘅人單靠經教傳承無法理解，所以另外也有引導傳承。引導可分成幾種形式嘅。講解引導係指對書本上邊嘅
文字進行詳盡嘅解釋。明釋引導係指呢唔做文字嘅講釋，而係直接提出教授嘅心要進行教授。就好似善巧醫術者將新鮮嘅屍體呢剖開，直接為弟子介紹五臟六腑嘅構造一樣。經驗引導呢係指為弟子一次開示一種所緣類，然後呢俾弟子喺附近修。如果前面嘅體驗呢尚未生起呢，則唔講呢後邊嘅所緣啦。直到前面嘅體驗生起呢，先會再接住講下一個。呢啲引導呢各有其經驗嘅加持，對調伏嘅相續利益極大喎。而家呢度所講嘅就係採用經驗引導嘅模式，為咗方便嗰啲呢從第二度趕嚟緣分唔大且只能聽到一兩次嘅人，而家將速度同講略文殊口授以及內容同後面自他相換章有關嘅修心七訣呢三部論合起嚟講。施主們啟見今次嘅法會，志在係為已故嘅兩位公爵大人回向善根。喺我呢一邊，我想講嘅係其他灌頂等法對師徒雙方而言利弊俱全，講道次第則冇呢個問題，所以我好樂意同大家講，亦都能夠肯定呢個將每個人帶嚟極大嘅利益。因此我懇求各位盡自己最大嘅努力去實修，並應當呢為已故同在世嘅施主們祈福。跟住帕賓哈大師略微傳咗三種道次第嘅開頭部分，然後散會。